係張振軒，我而家飲呢個嘢喎，柚子綠茶，記住咯係白色㗎，因為咧你係咧需要扭嗰個嘢啦，先可以飲到嘅。我哋依家扭啦，扭，我睇下先。有綠茶粉啊！我哋睇下點啦。4月都唔知有冇櫻花。嗱，想喺日本睇櫻花，唔一定要等到櫻花季。倒緊啦，係咪好神奇咧？嗰啲觀眾仲未倒完㗎，仲未倒完㗎嗰啲觀眾。呢種櫻花通常喺農曆元旦嘅時候，特別係朝早開花，而不宜人工。花期係每年1月下旬到2月下旬。不過今年因為整體天氣暖和，所以比一般再早咗20日。飲下先。花期會持續到2月初。飲無茶啦，係好靜。拜拜。